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耶稣，今天我们也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。请大家线上的，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站立起来，举起我们的双手，借着我们的口一起来赞美。耶和华是个大事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不管他的罪恶，也是我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的大日主是谁的人啊？我们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主所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现在我们找我们的朋友，对他说：“今天很开心见到你。”那我们再跟我们的朋友说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敬拜，快到中间来。我再跟我们朋友说，我们再欢迎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不管云彩浪卷，也见识我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的大日主是谁的人啊？我们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主啊，在这里面，我们在这里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有你行的大事，为我们行的大事，在这个敬拜当中，我们献上我们仰望你，主，在这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得到你的恩光，照亮我们的路。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要欢呼，我们要欢呼，是主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主所把你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能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实在大每件事都有时间，一切有季节，每件事都有个目的，一切都在于你。每件事都有时间。
语中，我能相信，因为主，我不在意人怎么说，我不在意别人他在我身边怎么说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相信你是我的天父，你是依靠我最可爱的主。你身后能在风雨中，我能相信，我相信，不在意人说什么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能相信，我相信。无论那是我与你爱
自己，等候主你的回应。求主你来管教我，引导我，使我听从智慧的声音，走在这正确的道路上，不会任性犯错而不知悔改。主啊，求你能够帮助我，使我谨慎自己，学会自我管理我自己，使说你的话语坚定在这条道路上，走向在这光明的道路上，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，行在我们带领我们、引导我们的脚前的路。孩子献上感谢，祷告说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